2026年嘅春季對於成個香港影視圈嚟講，似乎都罩住一層不安嘅陰霾。一個關於 TVB 即將倒閉嘅討論話題，悄無聲息咁爬上咗社交媒體熱搜嘅邊緣。呢個並非空穴來風，而係源於一種令人窒息嘅現實。截至2026年3月，作為曾經嘅電視霸主，TVB 竟然冇一部新劇正式開機。呢種焦慮並非網友嘅過度解讀，而係基於對 TVB 財報同排播表嘅精密計算。有資深港劇迷整理咗 TVB 嘅劇集存貨清單，發現目前能夠確定播出嘅自製新劇只有佘詩曼主演嘅《正義女神》，而呢部劇實際上早喺2024年11月就已經完成咗拍攝。呢意味住 TVB 喺長達1年半嘅時間裏，幾乎處於食老本嘅狀態。網友們驚恐咁發現，就算將外購劇集、內地合拍劇以及反覆重播嘅經典老劇全部計算入內， TVB 現有嘅節目庫存都只係能夠維持到2027年年中。呢個數據同2016年亞洲電視倒閉前嘅情況驚人咁相似。當時亞視都係因為資金鏈斷裂，無法製作新節目，只可以靠輪播舊劇維持信號，最終喺牌照到期後徹底熄火。歷史似乎正以一種殘酷嘅方式重演，曾經輝煌咗半個世紀嘅 TVB，正站喺懸崖邊上。將目光聚焦到唯一嘅新劇《正義女神》上面，觀眾嘅情緒除咗期待，更多嘅係一種深深嘅疲憊感。呢已經係佘詩曼近3年內回歸 TVB 主演嘅第4部重頭戲。從新聞女王到家族榮耀之繼承者，再到而家嘅正義女神， TVB 似乎陷入咗一個無法打破嘅怪圈。除咗佘詩曼，似乎已經冇人可用。呢種佘詩曼依賴症暴露咗 TVB 極其嚴重嘅人才斷層。喺2025年嘅台慶劇名單入面，擔任主角嘅依然係馬國明、振豪、胡定欣呢啲已經年過40甚至50嘅老面孔，而所謂嘅新生代力捧小生花旦，例如羅天宇、郭柏妍等，要麼演技自亂，要麼觀眾緣稀薄，根本無法獨自扛起收視大旗。當一間電視台所有嘅希望都寄託喺一位年近50嘅女演員身上嘅時候，呢唔單止係演員嘅悲哀，更係成個製作體系嘅崩塌。更令人擔憂嘅係，呢種過度消耗唔單止冇帶嚟質量嘅提升，反而令到劇集陷入咗套路化嘅泥潭。正義女神嘅路透照入面，佘詩曼嘅造型同新聞女王入面嘅蚊衛森高度相似，令到觀眾產生咗嚴重嘅審美疲勞。數據唔會講大話，佢冰冷咁記錄住 TVB 嘅衰退軌跡。根據香港傳媒業界嘅統計， TVB 作為一間商業電視台，為咗維持黃金時段嘅正常編排同廣告營收，每年至少需要製作並播出13部自製劇集。然而2025年全年， TVB 即係完成咗5部自製劇嘅拍攝，呢其中仲包括咗作為救命稻草嘅新聞女王2。如果2026年嘅產能依然維持喺5部左右嘅低位，咁啲話 TVB 將會面臨冇劇可播嘅困境。為咗填補呢個巨大嘅時間空缺， TVB 不得不開始調整播劇策略，甚至可能要打破多年嘅傳統，喺非黃金時段播放內地網劇，或者延長處境劇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嘅播出時長。要知道，《愛回家》雖然係收視長紅樹，但佢嘅製作成本極低，場景單一，本質上係一種填充物，用佢嚟填充黃金檔，無異於飲鴆止渴。呢種產能嘅斷崖式下跌，最直接嘅受害者係 TVB 嘅基層員工。一位網友喺社交平台上嘅爆料，撕開咗 TVB 內部慘烈嘅一角。呢位網友嘅親弟弟喺 TVB 道具部工作咗超過10年，參與過《金枝玉葉》《宮心計》等經典劇集嘅製作，但在2025年底，佢都仲係選擇咗辭職。據佢透露，早喺辭職前半年，TVB 嘅拍攝計劃就已經陷入咗停滯。
成個電視城常常只有《愛回家》一個劇組喺開工，其他原本計劃中嘅項目因為預算被砍、劇本唔過審或者揾唔到合適嘅演員而無限期擱置。道具部嘅倉庫入面堆滿咗為未開拍古裝劇準備嘅假盔甲同道具兵器，上面落滿咗灰塵，再都冇重見天日嘅機會。呢位前員工家屬痛心咁表示，而家嘅 TVB 唔單止自製劇質量粗糙，就連曾經引以為傲嘅自製綜藝都變得乏味可陳。購入嘅外部綜藝版權往往係內地玩剩嘅冷飯，購入嘅劇集又因為文化差異無法引起香港本土觀眾嘅共鳴，收視率屢創新低，各個部門都喺呢種惡性循環入面逐漸腐爛。人才嘅流失係 TVB 衰敗最核心嘅痛點，而且呢種流失係全方位不可逆嘅，唔單止係黨工藝人為咗高薪跳槽到內地或者 Viu， 就連嗰啲喺幕後默默奉獻咗幾十年嘅核心骨幹都喺大批離開。配音組係重災區， TVB 引以為傲嘅國語配音班底喺近2年內分崩離析，資深配音演員葉青、蘇柏麗等人早已離巢，導致後期製作不得不外包俾內地團隊，配音口型對唔上，情感唔到位，成為咗常態。喺編劇同編導層面，曾經創作過《創世紀》《天地男兒》等神作嘅金牌編審們，要麼退休，要麼被競爭對手挖角。監製層面嘅流失更為嚴重，蚊偉雄、林志華等中堅力量紛紛北上或者轉投電影圈，留下嘅多係資歷尚淺嘅年輕監製，佢哋缺乏掌控大製作嘅經驗，導致新劇喺節奏把控同敘事邏輯上頻頻翻車。甚至連電視台嘅技術工種，例如燈光、攝影、剪輯，都有唔少人因為薪酬凍結同工作量劇減而選擇轉行，有嘅去咗婚禮跟拍，有嘅去咗 MCN 機構做短視頻。呢種由內而外嘅衰敗，直觀咁反映喺畫面上面。細心嘅觀眾發現，從2024年下半年開始，TVB 劇集嘅後期製作風格發生咗微妙而負面嘅變化。曾經 TVB 劇集雖然預算有限，但畫面色彩鮮豔，打光精緻，有着獨特嘅港諷質感。而家嘅新劇普遍採用咗一種低飽和度、高對比度嘅灰撲撲濾鏡，畫面睇起嚟壓抑且廉價。呢種陰間濾鏡並非審美升級，而係為咗掩蓋佈景嘅粗糙同演員嘅疲態，同時亦係為咗節省燈光成本。外景幅大幅減少，大部分場景集中喺電視城嘅幾個攝影棚入面，就連街頭嘅外景都睇起嚟空蕩蕩，缺乏煙火氣。呢種視覺上嘅蕭條感，同 TVB 目前嘅處境互為表裏，令到觀眾睇劇嗰陣唔單止冇法入膚，反而會產生一種呢間電視台快冇剪咗嘅心理暗示。高層嘅動盪則加速咗呢個過程。2026年初， TVB 舉辦咗1年1度嘅萬千星輝頒獎典禮，呢場典禮被外界視為曾志偉時代嘅終章。就在頒獎禮結束後嘅第3日，曾志偉正式宣布卸任 TVB 總經理及行政主席職務。呢個人事變動並唔突然，早喺幾個月前就有風聲傳出。耐人尋味嘅係，喺曾志偉離職前嘅最後一次頒獎禮上，事後嘅桂冠落咗喺佢嘅兒媳婦黃敏奕頭上。雖然黃敏奕喺新聞女王2入面嘅表現尚可，但在強敵環節嘅競爭中爆冷拿獎，依然引發咗巨大嘅爭議，被網友諷刺為離職大禮包。曾志偉喺任期間，雖然試圖通過合併 J2 台削減綜藝預算嚟止血，但亦都因為任人唯親，過度依賴內地合拍模式而備受詬病。佢嘅離開帶走咗 TVB 最後一啲同內地資本談判嘅籌碼，亦都令到外界對 TVB 嘅未來更加睇衰。回過頭嚟睇曾志偉任期內最成功嘅作品《新聞女王》，呢部劇連續2季喺頒獎禮上橫掃大獎，當時被唔少觀眾吐槽食相難睇、分豬肉。
但在2026年嘅而家，人哋先恍然大悟。TVB 並唔係因為偏心先至將獎俾咗新聞女王，而係因為除咗新聞女王， TVB 真係揾唔到其他能打嘅作品。呢係一種極度悲哀嘅年會獎邏輯，喺公司業績慘淡嘅年份，只可以將所有嘅榮譽同資源傾斜俾唯一嘅銷冠。新聞女王確實為 TVB 賺到咗近年嚟最可觀嘅一筆收入。唔單止喺香港本土收視爆表，更喺內地流媒體平台賣出咗高價版權，甚至帶動咗周邊產品嘅銷售。然而，一部劇嘅成功無法掩蓋成個體系嘅潰敗。當一間電視台嘅年度高光時刻僅僅係靠一部職場爽劇嚟支撐嘅時候，其內容創作嘅枯竭已經病入膏肓。將視線拉遠，TVB 嘅困境其實係成個華語影視行業，尤其係內娛行業嘅縮影。網友們喺討論 TVB 倒閉危機嗰陣，往往會引申出對成個行業嘅失望。優秀幕後人才嘅流失係全行業嘅痛點，唔單止 TVB 面臨冇人可用嘅監界，內地嘅長視頻平台同樣面臨住編劇荒、導演荒。提起而家嘅影視劇，觀眾嘅統一評價係冇好故事，劇本虛浮。人人都知問題出喺邊度，資本嘅短視、審查嘅紅線、流量至上嘅邏輯、對原創嘅輕視，但人人都唔知點樣去解決，或者話喺現有嘅利益格局下，冇人有能力去解決。TVB 嘅倒閉危機就好似一面鏡，照出咗成個華語娛樂圈嘅虛火同空心。喺呢個看似繁榮實則脆弱嘅時代， TVB 嘅每一次排播調整，每一部新劇嘅開機，每一位藝人嘅離巢，都牽動住唔少老觀眾嘅神經。大家唏噓嘅唔單止係一間電視台嘅衰落，更係對自己青春記憶嘅告別。嗰個曾經星光熠熠、佳作頻出嘅香港電視黃金時代，終究係回唔去啦。而對於內娛嚟講，TVB 嘅而家會唔會係自己嘅明日？喺流量泡沫破裂、觀眾審美覺醒嘅而家，如果依然唔重視內容創作本身，唔尊重專業人才，咁啲話下一個面臨倒閉危機嘅，或許就唔單止係一間電視台，而係成個行業嘅信譽。呢種無奈同無解嘅情緒，喺2026年嘅春天，隨住 TVB 電視城嗰線略顯陳舊嘅大門緩緩關閉，彌漫喺每一個關注華語影視嘅人心入面。好啦，以上係本期嘅內容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感謝大家嘅支持。